兄弟們，我為大家準備咗一人一份禮物。哇！我先 Elton， 喂 ，Lockman， 咁好禮，有名有姓我嘅，睇過咁老土，咦唔係我你俾踢波啊？係踢波啊！踢咩波啊？仲爭一個啊！五人足球佬仲爭過。放心啦，我已經吹晒雞，我哋人到就得㗎啦！哈哈哈哈哈！郭 Sir， 我哋到啦！好，歡迎 Mirror 四子加盟我哋櫻花嘅 training， 係啦。我哋陣間咧係幫大家分咗隊啦，就踢一個5人嘅足球賽。咁啊，當然啦，我哋踢呢個5人賽之前咧，我哋需要啲熱身運動先。咁我哋會準備咗一個並扮蛙嘅 game， 咁啊同大家做下熱身嘅。並扮蛙大家都玩過啦，陣間你哋要用腳傳波，邊個接到波，左右2個人就要舉手踎低一下，嚟啦喎 ！3、2、1，傳波一踩定側邊落踎，誒即刻嚟噶咯！一攞踎啦 ，very good， 係啦，OK。嗱個交波都要啲速度啊！如果速度快啲咧，令到側邊啲人難到就難啲咯。Yes， 係啦 ，keep 住，係啦。好啦，咁樣樣我覺得大家未夠攰添啊。當而家掂到個波，我想大家做一下我哋叫做 burpees。Ready？Let's go kick。係咯 ，yes， 好嘢，係啦嗱，所以你揀，我要控波，再嚟多次，只要接波你就唔使做啦。睇下你哋啊，一聽到要做 burpee， 個個即刻爭住攞波。不過唔緊要，傳多幾次，你咪又係要做。飲水時間。第一輪熱身結束，唞下先啦。前面呢度咧有一個特別嘅台，係用嚟踢波，唔係打乒乓波嘅。咁啊，新興運動呢啲，我哋當然要揾翻新興運動嘅教練明輝 Sir 啦，我哋有。咁啊，踢波就係一個的波嘅運動啦。控好第一腳之後，就嘗試下打去對面台。我哋可以打1打1或者2打2嘅。咁你想邀請邊個出嚟先啊？正台嚟啊！正式啊！過到，繼續過到得啊！唔好跌落地下。OK， 一分，呢度1分。細力，去，有啊，好，2分。踢波可以俾你哋學下用唔同嘅身體部位去控球，順便熟習埋控球力度。但係見你哋成日踢出界，就知你哋仲未練夠啦。不過時間再得咁多，係時候入戲肉啦。咁我哋大家都熱身都夠啦，係嘛？夠啦，準備開波啦喎！開波！叫咩名？啊？我哋櫻花 A、櫻花 B、明輝 Sir 啊嘛。冇。新明輝，好似。好，咁啊，即係話代表咧，兩邊都準備我哋今日呢個5人賽噶咯。咁啊，最緊要係咩咧？最緊要踢波嘅有球證啊嘛，係嘛？咁啊，我等咗呢句又好耐㗎啦。你講嗱，即係都係嗰句係啦，即係球證、旁證、足協都係我今日係啦。所以咧，如果咁多位啊有即係對我有唔禮貌啊唔聽指示啊，你拎住個波先。係啊，真係 OK 嗰啲咧做得好。呢個隊長做得好，隊長。咁啊咧，即刻黃牌趕出場，好唔好啊？黃牌一張黃牌，波 Sir， 即場一張黃牌就出場。講乜就講乜啦。好，黃牌出場添啊！好啦，聽話。OK，咁我哋呢啲真係當然要先禮後兵啦。咁我哋要握手啊，當然要同球證握下手啦。球證你好，你好，你好啊，多謝。開波。有櫻花又點少得我 Will 仔啊！呢場史無前例嘅球賽將會由我為大家旁述啊！今日比賽之前呢，郭 Sir 已經幫大家分好組啦，男女混戰，唔知又會有咩火花呢？正常咧就1個龍門，1個後衞，2個中場，1個前鋒，5人足球。咁我哋今日簡單啲，一個後衞先。咁啊 MP 喺前場逼搶啦，我哋。你揀左邊定右邊啊？左邊右邊啱啦。Frankie 冇所謂啦。我揀右邊啦咁。右邊咯 Norman 左邊就係啦。咁 NB 後衞。1、2、3，新明輝。上半場準備開波。好
好啦，事不宜遲啊！有標隊就呢邊深色衫啊，而呢邊新明輝隊就係淺色衫嘅。一開波嘅時候，哇！大家都好似波子機撞下先 ，AK 攞到個波落嚟啦。點搞咧？聽講佢係有啲波底嘅喎，好嘢！俾 Frankie 督走咗，教佢球踩定快開，睇住新明輝隊可以攞翻個波啊 ！Tommy 會點做？拔翻出嚟俾 MB， 哇！射身攞波夠晒瀟灑，踩一踩定得，揾一揾人，錯個波俾邊個？哦，俾國師督走咗個波。呢個名好啦，再開呢邊教佢球啦！新明輝隊點樣組織呢個攻勢咧？冇越位㗎，揾嘅人上問落名，第下唔得。哦，教佢隊面已經屬於有標隊啦 ，Elton 俾翻呢邊國師，前面有呢位突破㗎，會點做？第下踩唔定嘅，要第下修正，回翻俾後邊。望到圍到得唔錯啊！呢邊新明輝隊，但係呢邊有標隊依然出到嚟啊！可惜 AK 個波交咗出界啊！好啊，新明輝教球啊！呢邊落命開個界球出嚟，俾翻湯明，點搞呢個波？哎呀，小心啊！好彩 Ocean 啊，接得翻個波，碌翻出嚟，碌得麻麻地喎，機會 AK，要有腳師射爭少少啊！睇多次慢鏡啊，爭啲俾國師偷到個波啊！呢個波少少危險，唔緊要。再一次碌呢個波出嚟，後場組織新明輝都要組織得好啲啊！呢邊又斷啦，今次 AK 揾到個位，拐出嚟再射，第二次起腳都係爭啲。第二個波都望到 AK 啊，右邊嗰度穿出嚟幾靚噶，再落翻個波，今次橫傳，落命倒接到啊！假球繼續屬於邊有 feel 隊，暫時都係撳住嚟踢啊！國師再踢上嚟 ，AK 一路護住 ，Elton 望到左邊突破咗自己，小心啊！哎呀，爭啲線低，睇住 Super Hero Landing 踩低咗啊 ！Elton 再攞翻個波嘅時候，假球踢翻出嚟 ，AK 哇！暫時成場波講咗好多次個名啊，都係佢做主作嘅。今次 Elton 散埋嚟，咦，多名手球啊呢邊。好啦嗱，球證見到。阿湯明有個明顯用手擋嘅動作，有啊，所以係一個12碼。多塊面啊嘛，大佬，12碼由國師處理，究竟射唔射得入咧？啱啱球證個 Sir 就話新明輝隊嘅湯明有個2次 handball 啊，判咗一個12碼俾有標隊啊，佢哋就決定派出國師，到底佢可唔可以把握呢個機會破蛋咧？可以睇埋呢個12碼入唔入先啦。我哋所有嘅唔開心，唔開心。唔係啊，國師，我前排咧睇咗啲片咧，有個球員咧好耐之前咧一次過連續3次12碼唔入啊。係啊，嗰個應該唔係你嚟嘅。好，準備。國師處理12碼冇問題，1-0啊！有 feel 隊啊，先拔頭籌啊！但係呢個波其實，哎呀，散咗 Ocean 個投入啊！呢啲真係龍門最傷心嘅時刻啊！不過唔好理啦，有 feel 隊1-0領先啊！有 feel，Tommy，調下 Will Rose，係啦 Rose。好啦，呢邊有 feel 隊都換人啦，國師啊啱啱入波就換咗呢邊 Baby 啊，而新明輝隊都換籠啊 ，Ocean 就換呢邊 Lockman 去守籠嘅。好啦，即刻開波啦！睇下新明輝隊有啲咩計仔先 ，MB 繼續箍住個波啊！平時喺後邊都係負責箍波啊，睇個波甩咗，中間撞下 ，Baby 啊，控甩咗啊！哇，肯定係燕仔嚟啊！可以快開嘅喎 ，Lockman。係。好啦，呢邊 Lockman 掉個波出嚟 ，Elton 同 MB 大鬥法，呢邊 Elton 攞到個波，俾到埋你 AK， 單刀機會掃把嘅細力，呢邊仲有人執嘅，有啲混亂 ，Rose 想解圍嘅 ，Frankie 再解圍上去，回憶 Ocean 單刀啊！哎呀，控甩咗腳啊！哇，炒埋一碟啊！好啦，場波啊繼續啦，呢邊 Frankie。開個波出嚟，咦？直接送咗俾對面隊啊 ！AK 自身喎，點搞？右腳射靚波嚟㗎，緊住邊出界啊！好，攞命，再次大掉，前面以 MB 諗住做個支點甩咗，呢邊 Elton 插花過咗2關㗎，咁無私整翻俾 AK， 貪啲啊咪要幫佢自己射啊嘛，唔緊要，呢邊再大掉，可惜出咗界啊，有 feel 隊嘅教球啊！但睇多知個慢鏡啊，真係精彩嘅，連過2關啊！咁啊，但係最尾嗰下 AK 有啲唔為意佢會分啊，默契爭啲，唔緊要啊，仲有機會㗎呢邊。
踩個後踭，瀟灑。呢邊再嚟突破 Elton 想分俾左邊，可惜甩咗腳啊！又嚟咯攞命繼續大掉，今次踩甩咗啦 ！MB 有機會前面 hold 住個波嘅，左嘅伸埋中間 ，Elton 又好禮讓喎，又俾翻對面，係咪想笠死咧？攞命話冇問題。阿攞咩自製驚險情況？碌個地波出嚟，哇！有機會懟得好快啊！呢邊 Winky 俾埋中間 ，Baby 啊，緊點唔中啊 OK， 可以繼續。好啊。今次咧運上嚟 OK， 唔緊要。Elton 箍翻定個波先喺後場度啊！一錯，然之後分還。拼嘢話穩陣啲，解咗圍先。哇，好嘢！對檔。上半場完啦，暫時1-0啊！一攞波揾前邊嗰兩個，攞好個波，等一個機會，攞好個波就試下入一球先。我哋3球2、3。Ready， 下半場開始。好，下半場開波 ，MB 即刻嚟個重爆！哇，冇觀眾喎，唔使射俾觀眾喎呢個波。不過 try 嚟㗎呢個波，起碼攞翻啲射門機會先啦。呢邊挺嘅，大腳踢上嚟 ，Winky 有少少打 Q 啊！呢個波繼續新明輝隊開波啊 ，Frankie 有2點喺前面㗎，呢邊 Winky 接唔到，俾到埋呢邊 Tommy 鬥翻埋中間，由邊個接應咧 ？Elton 緊解到圍嘅。呢邊 Winky 買咗哨，醒喎！呢邊落命啊，等個波流出界，龍門球繼續屬於呢邊新明輝隊㗎。再一次都係過唔到 Elton 啊 ！Elton 喺後邊就幾穩陣嘅，接晒好多波嘅，交上嚟咧，哇！半交半射啊！呢邊但係再執個 AK， 都係冇事，依然頂得住啊！好攰，即係有足球底啊，明顯。攞命點樣解決喺龍門後邊度開個波出嚟就係問題啦！哇！呢邊 MB 燒曬個後腳 ，Winky 即刻篤翻出去先。慢鏡喎呢個。今次再掉，拼嘢頭槌頂到上嚟 ，AK 食一食身位。好啦，護一護住個波，右腳踢一踢，黐翻落嚟俾隊友 Elton， 再做個溫度，掃翻佢執埋，好彩後邊有湯明護駕。仲未完㗎 ，Winky 俾翻後邊 AK，Elton 掃埋嚟，好嘢！呢邊 Mosman 擋走呢個波啊！睇多次啲慢鏡啦，精彩啊 ！MB 個後腳過波，然之後 Elton 執埋去爭啲，翻5分鐘㗎啫噃。有 feel 到嘅攻勢，交上嚟俾埋嚟右邊 AK， 呢邊錯後 MB， 今次輪到佢擔翻個位，但係 Elton 又話我再擔翻你個位。Tommy 企個防守位置咁好啊！呢個波篤走咗先，掃走咗個波先。小心，唔關事，有自己心平衡。Rolling 級啊，隨時換㗎。呢邊新明輝隊都換人啦 ，Tommy 換咗出嚟 ，Ocean 就入翻去。好啊，肥。有 feel 隊都換人㗎 ，Winky 出嚟啊，國師啊，入球功臣換入嚟啊。有 feel 隊咧，龍門位置上換咗嘅啫 ，Favy 又換咗出嚟 ，Elton 就入咗去守籠。而家咧兩隊都換晒人㗎啦，嚟緊唔知邊隊又可以入波咧。好啦 ，Elton 呢邊爺爺用腳開波嘅。好，12碼球證，嗱，加油！球證咧，呢一刻咧係好公平嘅。嗱，好啦，加油！好啦，12碼，我都未見過啲球證咁公平嘅。俾啲鼓勵佢啊！好啦，因為5人個規則啊，就係龍門一定要用手開嘅，唔係用腳開，所以 MB 有12碼機會啊。3分波！啊，聽雞聲啊 MB， 林遠森。係啊 ，MB 點樣處理呢個12碼？哎呀，射失咗啊！呢個時候就影得佢失落嘅表情。睇多次啊，呢個波角度攞得太盡啦！而家唔係踢緊11人啊，踢緊5人籠啊！我見到頭先咧個波喐咗，個波喐咗。加油！喂，球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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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個啲球證？喂，球證，球證，球證，俾我跑啦！球證，俾埋球證，球證，球證。我等咗呢句又好耐啦。球證、旁證、足協都係我今日。球證永遠是對的啊 ！MB 好好把握第2次機會啦，呢個12碼，今次射埋嚟正中間 ，Elton 雙手拍出喎，冇計啦，第2次機會都俾埋你啊！都係唔入 ，Elton 呢個波救得嚟啦！再嚟唔緊要，仲有時間，前面搶，仲有3分鐘。
好啦，依邊有邊隊掟個波出嚟，睇住阿 Lockman 太老定啦，唔算，用手掟喎，用手掟喎，入唔入啊？豪正，唔算，用手掟喎。OK， 唔係你睇下，喂，望一望我球證先，唔計。係啊，唔計啊，因為龍門直接拋個波出去啊，入籠咧就唔計入波嘅，中間冇掂到人啊。世界盃得，5人足球唔得，所以好啦，呢邊咁啊場波繼續都係1-0，有標隊領先緊㗎。掉出嚟，依邊睇 Yan 同 MB 嘅大鬥法，頂高咗啫，哇 MB 面嚟個倒掛誒冇乜用啊！再掉上嚟，快攻依邊聽唔聽到？少少揾波啊，邊個揾到啊？俾到埋你哥斯再射中未啊？呢個波仲有機會 ，AK 左嘅收唔入到，右嘅再抽 ，Rosebud 後邊頂得住，踢走咗先，睇多次個慢鏡啊！依邊又真係炒埋一碟噶啦，鬥揾波嘅啫，國師有黃金機會嘅，緊啊中未？最後1分鐘，新明輝隊要準備反擊。依邊再撩出嚟。好啦 MB 想唔想側個直線先？揾緊人，嗱顧翻定俾左邊 Frankie， 再傳上嚟聽英，解咗圍先，少少塌塌地冇問題。依邊哎呀 AK 小心啊 ，OK 可以顧翻定嘅，有冇機會可以右腳嚟個試射？勁射埋去，但係落尾依面頂得住，睇多次個慢鏡啊！啱啱一線，然之後左腳顧得住，右腳嘅內檔再去掃把嘅一側。大過唔到呢邊落命啊！進入補時階段，小三。有補時階段啦，要波側上嚟，出咗界先。四個上山，掟中間。新明輝隊掉個波上嚟，有少少漏咗 MB， 左嘅射唔射？壓嘅 Bravia 守得幾好啊，同埋聽英嘅聯防，但係過晒後邊有門將 Elton 喺度，再碌出嚟 AK。側個遠邊國師對住 Rosebud， 再射埋去落命 OK， 大掉，知道補時啊，冇時間啦，繼續俾埋你 MB 聽嘢，腳長擋住咗，國師攞定翻個波，右腳再射，好嘢啊！呢邊落命，瞓身頂住啊！向高包 Ocean 撞落嚟俾 Frankie， 叫唔叫得翻嚟 ？OK 喎，叫到翻嚟，俾到。再轉過嚟俾 Rosebud， 幾靚啊！呢個波。Frankie 可惜攞唔定，後邊仲有 MB， 勁 bang 一腳埋去，都係無功而還啊！球證明頂啦，咁啊最尾啊2場波啊，有標隊憑住國師嘅入波1-0勝出呢邊新明輝隊啊！完場啦！今日勝出嘅球隊係有 feel。擊敗新明輝隊嘅，但係我自己咧就唔係咁中意打籃球同足球嘅，因為先初又覺得好多碰撞，但係而家玩翻又覺得真係幾好玩嘅，尤其是5人足球。我覺得幾好玩啊！我覺得手籠幾好啊！做得好好，多謝。咁喺後面又好似 Elton 咁講，可以喺前面睇晒場波，既踢波之餘又可以睇波。其實今日我先係大贏家。你最讚。